咁多位老闆早晨，今日想同大家去繼續講翻上次嗰個關門山嘅，因為上次就講到啦，我哋個 A 團咧就俾人秒殺啦，然之後依家排到 B 團啦、C 團啦，甚至乎依家其實係 A 團滿、B 團滿、C 團都滿噶啦。咁啊，亦都係講咗啦，話禮拜6日就航空公司休息啦，就未通知到我哋機位嘅。而今日咧係禮拜1，咁啊目前嚟講嘅話都係等待航空公司嘅回覆嘅。但係只不過公司就俾我嘅消息係咩咧？就係原來唔係話去程緊張啊，係回程緊張。呢樣嘢對我嚟講係好開心嘅。點解咧？因為去程我哋成個團其實玩嚟玩去最大嘅一個賣點就係咩咧？係香港飛香港飛上海，上海飛長白山呢一段機，呢個先係一個重點嚟嘅。因為如果你平時要去長白山嘅話咧，你要係去到某個口岸啦，然之後你搭車過去1日，你玩個北波，然之後再出翻嚟又係1日。咁我哋呢個團隊係講緊可以直飛長白山，然之後又玩長白山嘅北波，又玩長白山嘅西波。而你話長白山有冇南波嘅咧？有，南波咧就係保護區嚟嘅，正常我哋團隊係唔入去嘅，純粹係俾嗰啲徒步嗰啲人會去南波會多啲咯。然之後東波嘅話就屬於朝鮮去管嘅，所以長白山可以開放到俾我哋旅客玩嘅，就一般就只能夠係北波同埋西波。咁我哋亦都會去睇晒咯。咁如果你話平時報一個長白山團隊幾錢咧？大概係8000零蚊。而你平時報一個關門山嘅團隊幾錢咧？就係8000零蚊。而我哋呢條路線最大嘅精華係咩咧？將兩條線結合二合入為一，全程係不走回頭路，所以係一個非常之正嘅一條路線嚟嘅。所以呢條路線真係好好賣。咁如果公司同我講話佢回程機位緊張，其實好簡單。我呢條路線最犀利嘅地方喺邊度咧？就係我哋最後尾一日玩嘅地方，叫做盤錦紅海灘。呢個地方係位於大連同埋瀋陽嘅中間。大連同埋瀋陽係東北嘅兩大口岸嚟嘅，最大係瀋陽，第二係大連。咁佢哋呢兩個口岸咧係非常之多嘅航班飛嚟飛去嘅。講得難聽啲，你嗰日瀋陽冇直飛香港，你大連冇直飛香港，咁我瀋陽飛上海嘅機嗰一日起碼有成10幾班，大連飛上海嘅機一日起碼亦都係有成10幾班，而上海飛香港嘅航班亦都係有10幾班。即係對於我嚟講嘅話，只要搞得掂香港飛長白山嗰班機，已經係搞掂晒㗎啦。你去到盤錦紅海灘已經係可以翻到嚟香港。問題係點樣翻嚟香港咧？係直航啊、轉機啊，定係點啊？咁呢樣嘢嚟講嘅話，就由公司去諗啦。反正嚟講嘅話，呢個破解方案已經係俾咗公司。咁公司最後尾採唔採納啊？點樣去做我哋嘅 A、B、C 團啊？咁樣呢個係公司諗。其實呢個團如果係有位嘅話咧，A、B、C、D、E、F、G 一直都會爆，因為呢條路線真係只能夠係今年有，下年係冇嘅。因為飛長白山係得一班機叫做春秋航空公司航班，佢今年飛，下年都未必飛，所以呢個路線係非常之值得大家參加。咁有啲人會問個景區會唔會好擠迫啊？我哋咁多團，但我想同你講，呢條路線另外一個賣點係咩咧？就係中間玩到嘅山啊，全部其實係可以玩成日嘅。你諗下，一座山頭係超級大，你成日都唔夠玩，可以玩成2日3日都冇問題嘅。其實一座山，所以你話咁大座山容納嗰100幾200人，真係非常之簡單。你冇1000人入去嘅話，佢都圍唔到本啦，老細。所以你話得嗰100零200人衝入去嘅話，其實絕對係個容納能力係有嘅，所以大家呢點可以放心。所以呢個團係無論收幾多班車都 OK 嘅，只要佢有直飛去長白山就 OK 噶啦。咁相對上啦，咁我都知道嘅。咁如果呢條路線係收得非常之好嘅話咧，行家定係會出啲平價團打我啦。所以嚟講嘅話咧，呢條路線搞掂咗呢個航班問題之後啦，嚟緊多幾日啦就會出條再平少少嘅，大概做7000零蚊嘅關門山啦。最大嘅分別係咩咧？就係用瀋陽出入或者大連出入，因為你同一個口岸出入嘅話平啊嘛，你只不過一個小環線咁樣喺度兜嚟兜去嘅啫嘛。咁我都兜到㗎，但係只不過嘥嘅係咩？嘥嘅係大家時間。但係只不過個市場，你話見到關門山咁平，6000幾7000幾冇人報啊，梗係有人報啦。所以嚟講嘅話，預期俾第二間旅行社去做，咁不如我自己做埋係嘛？所以嚟講嘅話咧，呢個團隊係嚟緊會有條再平少少嘅版本。你話可唔可以再平啲嘅？可以。咁你嗰啲關門山嘅嗰啲環保車啊等等，咪 cut 出嚟，然之後做自費項目咁樣去到嗰度收699蚊。
然之後咁樣咪平過嚟，可以賣到5000幾咯。甚至乎你加多個玉石，加多個珠寶，咁你咪去到4000幾蚊都可以玩㗎，冇問題啊，係嘛？所以呢條路線係平有平做，貴有貴做嘅。但係只不過呢個路線長白山入嚟，關門山出翻去呢條路線係冇人諗到呢樣嘢啊！如果諗到嘅話，今日咧係我聽你講，唔係你聽我講㗎啦。呢條路線嘅話就真係值得係收爆嘅，真係無敵嘅呢條路線。香港飛長白山呢樣嘢都俾我諗到，其他旅行社係唔會做，因為呢個叫做不可控制的航班。飛春秋航空公司啊嘛，有錢就係大佬㗎啦，你冇錢嘅話，同我就咁話團體留位啊，留咩啊？冇得留嘅嗰啲全部有錢又有位，冇錢又冇位，就係咁簡單。所以呢啲叫不可控制嘅團隊，所以出邊係唔會做呢樣嘢，係得我諗到，出邊係亦都唔會咁樣做。所以呢條路線咧係值得非常之大家去報嘅。咁呢個係關於個關門山嘅嘢啦。咁呢個第一樣嘢想講嘅。第二樣嘢咧就係講緊12月中啊，因為依家排嘅話就排到12月中噶啦嘛。咁銀行嗰個騰衝嘅話就等佢個航班時間出啦。咁然之後12月中嘅話去邊度好咧？其實呢個我都諗咗好耐啊。其實年12月中我都好頭痛，去邊度都唔係一個理想嘅方案嚟嘅。咁上年揀咗個無量山櫻花谷啦，即係雲南嗰個無量山櫻花谷，個反應都好好嘅。咁如果你話除咗雲南無量山櫻花谷好睇之外，12月中有咩地方好睇？其實我都諗唔到。可能就係清遠啊、韶關啊嗰啲，但係嗰啲咧寫3日寫4日就未必係我想做嘅嘢嚟嘅。咁我亦都有諗過去歐洲得唔得咧？因為依家香港飛上海，上海飛歐洲係嗰個好平啊嘛。但係只不過經過咗1個禮拜，係咁打電話，係咁問，終於揾到一間喺無量山櫻花谷可以接待團隊嘅民宿。呢個係非常之重要。因為目前大部分喺嗰邊咧嘅民宿都係得個幾間房，講得難聽啲，你一個團隊閒閒地都14、16人啦，你14、16人都接待唔到嘅民宿就真係冇得做噶啦。而我係可以喺景區嗰度揾到一間接待到咁多人嘅民宿，仲要全部都係觀景房，係非常之少有。而呢間嘢咧就未正式對外公佈。未正式對外賣嘅，但係只不過可以話俾大家知，今年12月中我係會整一隻去無量山櫻花谷住喺上面嘅。有咩好處咧？首先第一樣嘢，之前就唔係住無量山櫻花谷嘅，之前係住喺縣城嘅。縣城咧，你搭車過去無量山櫻花谷咧，要差唔多2個零鐘嘅，你係睇唔到雲海噶啦。雲海已經係慢慢升上嚟，然之後去到11點鐘咁上下就散晒噶啦。你只能夠住喺無量山櫻花谷嗰度，你先至可以睇到雲海。我哋嗰度仲要住觀景房。所以呢條路線咧係非常之值得大家去等待嘅，但係只不過呢條路線要等我4月尾5月頭有時間嘅時候，我會去一轉無量山櫻花谷嗰度去望一望佢哋呢間嘢到底係裝修成點，有冇嘅咧？如果有嘅話咧，今年12月中一定係去做呢間，仲會係做爆添啊！因為真係市場非常之難得，而佢哋目前俾我嘅資料咧就係喺度裝修緊嘅。大家都知道，一定係要趕喺呢個櫻花季節度裝修完。如果櫻花季節裝修唔好嘅話咧，就要等下年嘅櫻花節。如果唔係嘅話，一年365日，你得個櫻花節嘅時候係叫做旺季，你其他都唔係旺季，你其他都係淡季。開嚟冇意思，開嚟仲要蝕人工、蝕燈油火蠟，所以佢一定係會趕起櫻花谷櫻花開之前，一定要裝修好噶啦。但係只不過到底佢可唔可以裝修起咧？原來去到一片空地嚟嘅，咁你講經咩？你開咗個團出嚟賣，去到嗰度原來冇呢間酒店嘅，係好尷尬噶嘛。所以咧4月尾5月頭，我應該會自己去一轉櫻花谷嗰度去睇一睇，到底有冇呢間嘢裝修成點啊？咁到時咧就諗下點樣寫，到底係繼續係昆明大理麗江香格里拉再無量山櫻花谷啊，定係昆明大理麗江無量山櫻花谷啊，定係後面嘅萬景山上去咧？因為我自己覺得12月嘅香格里拉冇乜嘢好睇嘅，所以就未必會繼續做上年嗰條路線咯。咁當然啦，你話有香格里拉喺度好賣啲嘅，昆明大理麗江香格里拉無量山櫻花谷，咁一定對個市場係好賣噶嘛。但係只不過到底點做咧？咁我睇一睇到底有冇呢間酒店先。有嘅話咧，可以同大家講，係個市場係絕對係12月中最好賣嘅團隊嚟嘅。呢個又係一出即爆。但係問題有冇呢間酒店，我要確認咗先。咁然之後嚟緊仲會有啲路線嘅，例如1月應該就會去睇個叫做泰國東北部有個叫做紅蓮
花湖嘅一個地方，亦都係叫做被 CNN 評為全世界10大唔知咩最美嗰啲啦。但係只不過係一個小眾地方嚟嘅，要喺香港飛去曼谷，曼谷再飛過去嘅。我查過機票，單計機票嘅話咧都成2000幾蚊㗎啦。咁如果你話呢個團賣幾錢咧？咁我覺得賣4000幾係俾盡㗎啦。點解咧？你機票2000幾蚊，咁你去到嗰度4晚酒店玩3日，咁你頭尾轉機啊嘛。咁我覺得呢啲咁嘅小眾地方，泰國俾2000幾蚊佢去玩下，算係咁樣㗎啦。咁當然啦，你話叫個市場，你整條7000幾蚊、8000幾蚊去嗰邊去玩個泰國5天，我覺得係冇乜可能嘅，因為泰國曼谷芭提亞賣1699蚊都賣到投降啦。咁如果你一條泰國線買成6、7千蚊嘅話，我相信冇人報嘅，所以4000幾蚊俾盡㗎啦。但係只不過到底要點樣寫咧？咁呢個就下回分解啦。咁啊嚟緊亦都係叫做聽日開始啦，就叫做正式開工啦，又去清遠，然之後就去韓國，去完韓國去冰島咁樣，可能就會過一排先再同大家去講解咯。所以嚟講嘅話，今日呢個視頻就純粹真係同大家分享下嚟緊會有啲咩路線咯。同埋上次一樣嘢就係個團隊一觸即爆，其實我都係我都知道有好多客戶報唔到，都有少少唔開心嘅。咁呢樣嘢我都唔想嘅，因為我真係估唔到反應咁熱烈。同埋呢條路線真係好趕急，因為我都叫咗公司你快啲設計完俾我，因為有客俾咗錢，我想快啲去開賣。咁樣嘅話，咁個客可以攞到單啊嘛，唔使咁危險咁惆悵啊嘛。所以呢個路線係我呢邊係認有問題嘅，所以依家嚟講我就要鋪到去再後少少，等大家知道大概嚟緊有咩團，早啲揾我去查詢又好，了解又好等等咯嚇。同埋上次個行程咧有少少要改嘅，關於嗰個中華第一楓葉路嗰度，因為呢條路線咧係我10幾年前好細個嗰時去嘅，咁嗰時咧係冇高速嘅，嗰時我哋係行嗰啲叫做國道啊、鄉村路啊，先會經過中華第一楓葉乜啊，唔記得咗啦。反正咧嗰時都係車遊嘅啫，都係即係其實必經之路嚟嘅，講得難聽啲。但係只不過依家呢個年代咧已經係起咗高速噶啦，所以中華第一楓葉路咧已經係唔會經過，佢唔喺度，係唔會經過，因為我哋上高速經過咗佢啦嘛。所以呢個行程係會修改呢樣嘢，但係期望大家唔好介意，因為本身我哋喺個行程嗰度已經係寫車遊噶啦。即係話係純粹車經過嘅啫，但係只不過依家再查翻路線，起咗高速嘅情況下，咁我哋梗係跑高速，唔會跑國道啦。所以嚟講嘅話就會冇咗呢樣嘢咯。咁啊，請大家多多包涵啦。咁然之後呢2日會搞埋B 團啊、C 團嗰啲機位，然之後D 團啊、E 團啊就馬上開噶啦。問題行程係一樣嘅，有啲人問我會唔會係你帶？其實我想講，如果一個團下下都睇一個領隊覺得呢個團先好玩，唔好玩，好唔好？咁佢哋個計劃部就係講得難聽啲，咁佢哋計劃部也屎都得啦，係嘛？唔係咁樣噶嘛。咁有時即係我寫設計路線嘅，我都期望寫到傻仔都識帶啦。即係機場嘅設計，你登機口岸嗰啲唔使講啦。你10幾號你咪按翻個指示牌揾咪揾到咯。咁呢個要設計到傻仔都識帶，傻仔都識揾到嗰條路，咁樣先至 OK 噶嘛。所以嚟講嘅話，你話係咪小豆子帶先會參加？我覺得唔係咁樣嘅。所以嚟講嘅話，我自己覺得呢個團係有冇我喺度其實唔重要，問題令到大家玩得開心，都係嗰句，你要設計到一個行程，傻仔都識去，傻仔都識去玩嘅，咁樣先係一個好行程嚟噶嘛。好啦，咁啊今日分享到呢度啦，咁啊期望大家記住踴躍報名，關門山呢個行程真係非常之難能可貴。多謝大家嘅支持，我係你嘅香港水果導遊小豆子，關注我，帶走遍大江南北。